呢首歌大概係咯，因為發生演唱會前都知道發生咗好多事情啦，係咯，令到大家可能每一個人嘅心情都唔係太好。我相信其實唔單止發生一啲事情令大家心情好，其實我相信每一個人嘅人生入邊一定會有好多嘅情緒會困擾到大家。咁我哋作為 artist， 我哋都有好多嘅情緒啦。咁點算咧？有時係呢半年呢一年，我一直喺度學緊一個課題，就係即係點樣去令自己嘅情緒可以好啲咧？點樣去令自己可以脫離嗰一啲情緒繼續行咧？係，我一直以嚟都係一個同自己講話要自己頂住啊，唔好放棄啊！即係我由細到大，因為我係自己一個小朋友啦，咁我冇兄弟姊妹，好多嘢我冇辦法同人哋去商量，我唯有同自己做朋友，咁我就同自己講話頂住加油 ，OK 嘅。但係呢一年我發覺有一啲 moment，原來我真係未必得喎，未必頂得住喎，未必係咯。後尾我好多謝今年有幾個朋友同我講話，其實你唔需要一定要頂住嘅，其實你俾你嘅情緒釋放，哪怕30秒，係咯，即係唔好理任何嘅嘢，唔好理你係姜濤，唔好理本身你做咩職業嘅，你釋放嗰個情緒，喺唔傷害其他人嘅情況之下，俾你嘅情緒好好地去釋放出嚟，係啊，所以我都一直好努力咁樣去做我一個嘅課題。呢個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課題，我都希望你哋今日在場每一位，希望你哋以後生活經歷啲乜嘢都好，幾黑暗嘅嘢都好，都唔使驚，係啊，因為我哋在場咁多位，相信我哋都感同身受呢一種感覺，俾我哋嘅情緒好好地釋放30秒，所以呢一首歌叫做《情緒30秒》。着了
苦水，有時候也需擊退，寂靜是難應對，寂寞是難抗拒，別氣餒，期待幸福可以自取，平和半秒，留神半秒，仍然進取。I do care， 原來非錯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而常常相跑很有趣。一點即止走出去時候會否不對？若是遺忘了我，但面前還有你在這裏。揾到一個自己情緒嘅出口。碎了那張照片，原地去猜想世界每個界哪一闕歌，少女裙兜失灰暗裏記載那一本書，由這些作品，你在自身是愛，但是活在這裏，縱橫千秋萬代，是愛不會是自由。用我手中一張相，換你手中一張刀，用我手中一首歌，換你手中一把槍。愛真的面貌，用藝術呈現我苦擅長，只希望默默地提示人類善良。用我手中一本書，換你手中一支彈，用我手中一幅畫，換你手中一徽章去說明。燒毀的小教堂響起鐘聲，鐘聲撫慰雙方的傷兵，傷兵一眾差不多年齡，歡慶相對與男孩友情，家鄉的信，家鄉的心聲，心聲想被烽煙中細靜，簡單的愛，簡單的和平，才是以後。我記得曾用我天與地東跟西繪於一面圍牆的拍畫，圈裏那片與那加多一對而成的標誌，信誓肩負重任，用力地唱，盡力拍，我力畫滿合力地說，但願沒有世界大戰。你在自身是愛，但是活在這裏，循環千秋萬代，是愛不如是自由。用我手中一張相，換你手中一張刀，用我手中一首歌，換你手中一把槍。愛真的面貌，用藝術呈現我苦擅長，只希望默默地提示人類善良。用我手中一本書，換你手中一支彈，用我手中一幅畫，換你手中一徽章去敲情。燒毀的小教堂響起鐘聲，鐘聲撫慰雙方的傷兵，傷兵一眾差不多年齡，歡慶相對與男孩友情，家鄉的信，家鄉的心聲，心聲想你烽煙中反省，簡單的愛，簡單的和平，才是以後路程。鐘聲撫慰雙方的傷兵，傷兵一眾差不多年齡，歡慶相對與男孩友情，家鄉的信，家鄉的心聲，心聲想你烽煙中
細聽，假假的我也。